近幾年嚟，隨着越來越多跨國公司進軍東南亞市場，當地搶人才嘅競爭越嚟越激烈，專業獵頭服務已經成為企業揾優質人才嘅重要渠道。數據顯示，2023年東南亞獵頭市場規模同比增長18%，需求主要集中喺數字經濟、製造業同金融服務呢幾個領域。新加坡、馬來西亞呢啲成熟市場，獵頭服務滲透率已經達到62%，而越南、印尼呢啲新興市場都跟得好貼。本地化團隊掌握人才動態，平均可以縮短招聘週期40%。企業透過獵頭請返嚟嘅管理層，留任率比自主招聘高出35%，而且熟悉各國勞動法規，可以幫企業降低跨國用工風險。東南亞人才市場明顯出現結構性短缺。某國際獵頭公司區域總監話，中高層技術同管理人才嘅供求比例達到1:4，專業獵頭服務將會成為企業戰略佈局嘅關鍵。預計到2026年，東南亞獵頭市場規模會突破50億美元。隨着 RCEP 深化實施，跨境人才流動會帶嚟更多高端獵頭需求。